在本年今季澳門又賭收超過200億了，唔通真係生意淡薄，不如賭博？我有朋友話而家經濟咁差，做生意都好難，就算有本去做，都唔敢擔保有50%嘅勝算。過去澳門賭下百家樂都有50%機會啦。其實相信有好多人依家都有咁嘅心態，但係希望大家去賭之前都要認清楚賭博係乜嘢，至少你要對佢有一些認識，你先至好去試下。過分沉迷更加是一條不歸路。以下我就將我一些過往的經驗分享給各位，希望可以讓大家認清楚，賭博其實是一門很專業的學問。如果胡亂下注或單憑依靠運氣，結果都係輸多贏少記。而家每逢假日賭場都人山人海，賭錢真係咁容易贏嘅咩？賭場永遠存在住佢自己嘅優勢。就算好多人都認為最公平嘅遊戲百家樂就係古莊同閒咁簡單，都好多人輸到傾家蕩產。更加有人會講概率或勝率，但所謂嘅概率勝率係要你賭好多次先至會實現得到，呢啲只係會莊家才會實現到嘅事情。如果你係賭客，間唔中入去賭下，所謂嘅概率根本同你完全冇關係。好多人更加會用不同嘅攬法去下注，例如樓梯攬、直攬，甚至乎馬丁格爾投注方法。但係呢啲係咪一個實際可以贏錢嘅方案呢？以上嗰幾種投注方式，如果係經常去賭場嘅人，都會知道係死路一條，只係能夠講，在你好運嘅時候，確實係能贏到一些錢返嚟嘅。但如果你嘅運氣高高低低嘅時候，或經常出入賭場，當你用以上投注方式，好快就會把你手上的籌碼輸光，更加唔好講會有長期嘅盈利出現。真正認識賭博或對賭博有經驗嘅人，其實都知道，我們這些小本的賭客，在賭場裏唯一的優勢就是我可以揀邊一張台去下注，幾時下注，或者不下注，或者隨時離開。賭場都24小時運作，只怕你不來。更不可以將運氣放在第一位，因為我們不知道哪一天是有運氣。很多人都是進去賭場，贏咗之後就知道，即係當天是有運氣，輸咗就是無運氣嬲。如果你係咁做，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做法。其實在世界上很多職業的賭徒入去賭場之前都會有佢一定的策略，必須有一個數學藍本為準則，止贏止損，嚴格遵守紀律，就如一個金融的操盤手一樣，見好要識收，到止蝕位就即斬離場，保留實力，係要咁樣做，先至有機會在賭場獲利同埋生存得到。嗨，你好，我係火鳥，我已經有超過30年以上的賭博經驗，我專業研究百家樂的數學模型，亦得到 ChatGPT 認證為全球唯一能長期盈利的百家樂的數學模型。我好希望有機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可以讚好我的頻道，將來可以同大家一齊再深入地研究一下這個話題。